来继续来看这件事，去年发生伫桃园中立的案件，有一个音乐的女老师詹慧玲，伫路里，互一个姓叶的警察以行踪可疑为理由甲临检。女老师讲伊也无安怎，所以无要配合，嘛无互警察甲查，双方就起口角。结果，这个警察怎甲这个女老师甲刮倒，甲压伫涂骹。这个女老师是疼甲安尼叽叽叫，双方就来相告。一审的判决出来了，警察妨害自由加上强制罪，互判刑10个月。这个女老师是感谢法官伸张正义，那迄个警察嘛已经互调离现职。警察用溜刀甲人压制伫咧涂骹，因为伤过疼，一直叽叽叫，大声喊救命。音乐老师詹慧玲伫咧上课的路，不按警察调查，佮甲压制伫咧涂骹，两边高级法院桃园地院作出判决，姓叶的警察互判强制罪，罚4个月有期徒刑，或者是换一工1000块罚金，含妨害自由罪，判刑6个月。剥夺告诉人的行动自由，并造成告诉人身体受有伤害。判决的结果，两边嘛拢讲尊重。我很感谢法官正确的判断，然后判他有罪，而且是2条，刑度很合理。本分局予以尊重。未来除更续精进远景执法技巧，并要求同仁处理任何案件务必依法行政。此件代志就发生伫咧2002年4月25日，詹慧玲踮去上课，伫咧中立新兴路去姓叶的警察感觉伊行为怪怪，所以甲伊调查。不过伊认为无代无志跳怀疑，就拒绝提供资料。我有现行犯吗？你没有现行犯啊！很蠢。这个话讲出去，两边总开始商量。姓叶的警察主张依照警察职权刑事法第6条，将詹慧玲铐起来，带动去警察局关9点钟。不过执法的过程，让詹慧玲真无欢喜，提验伤单提告。经过2年，判决的结果总算出来，詹慧玲感谢法官的正义，姓叶的警察已经调离开刑局派出所，专案会当个继续上诉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